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就睇咗條新聞咧，好嬲啦，好不滿咧，亦都好唔開心嘅。發生咩事啊？6月3號，琴日有一單嘅棄貓案，一名30歲嘅女子翻到屋企之後咧，就發現佢嗰兩隻愛貓唔見咗，之後咧就得悉原來佢老豆將佢嗰兩隻愛貓包住膠袋，跟住再抌出街。原因係咩？大家估下，係因為佢鼻敏感啊！鼻敏感啊！大家 imagine 唔到啊，係嘛？鼻敏感跟住抌隻貓出街，即係大家明唔明白？其實我都有鼻敏感嘅，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養貓人士，我都有鼻敏感嘅。但係我覺得鼻敏感還鼻敏感，鼻敏感唔係一個抌隻貓出街嘅理由咯。第一，棄養動物已經唔啱啦，任何動物應該都係要保護啦，同埋好好咁樣愛惜佢哋嘅。第二，你鼻敏感嘅話，咁啊點啊？鼻敏感大晒啊！即係作為一個愛貓人士，我聽到好心痛嘅。你想諗下，貓貓係唔識講嘢嘅，佢哋冇得用，即係冇得用我哋人類嘅語言去同你講話。我而家好痛，我好焦慮，好不安，我好無助。佢哋係做唔到噶，佢哋只係覺得好驚，無端端事俾人包住咗個膠袋裏邊，佢哋就抌咗出街。點解你要咁做先？即係到頭來你諗下，點解你要咁做先？就係因為鼻敏感，鼻敏感所以抌佢哋出街，唔 make sense 嘅成件事。鼻敏感咪點？我相信好多香港養貓人士都會有鼻敏感嘅，咁樣代表唔可以養貓嘅咩？第二，就算你唔養得貓，你應該同你個女商量下先，而唔係用呢種方式去抌佢哋出街，仲要包住膠袋。即係首先包住膠袋已經唔啱噶啦，第二你仲要抌佢出街，即係完全唔合理咯。我作為一個養貓人士，我係覺得好嬲啊！咁咧，今日咧6月4號咧，終於有警方咧將佢拘捕咗佢啦，以呢個殘酷對待動物就拘捕咗佢啦。根據香港嘅法例169章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咧，一經定罪，最高罰款20萬同埋監禁3年。呢個我想講一講啊，完全冇阻嚇性啊！我想講，即係你想諗下，哇，嗰隻貓俾人喺高空掟死咗，即係可能我當啊，你喺30樓掟隻貓落街，唔好話30樓添啊，3樓任何一個高度抌隻貓落街都已經唔啱啦。你當你抌隻貓落街，跟住淨係罰咗20萬，我當我係有錢人嚟嘅。我淨係罰咗20萬同埋監禁3年，我已經老咗，仲要我係老翁嚟添，我唔介意我坐監啦，我完全冇阻嚇性啊！我想講3年啫，3年就完事噶咯，即係大家覺得諗下合唔合理啊？所以我覺得香港政府係應該要修例咯，而唔係用呢種20萬同埋3年呢個輕輕嘅處罰，完全冇阻嚇性嘅呢樣嘢，完全阻嚇唔到有啲咧冷血無情冇人性嘅人類啊！睇到呢條片嘅大家，我希望大家都值得愛惜動物。你可以唔愛，但係唔好傷害佢哋。作為一名養貓人士咧，我睇到呢單新聞，我係完全好無助。我已經體驗到嗰種貓嘅無助啊！即係我完全諗唔到，如果佢哋喺膠袋，佢哋喺膠袋度嗰種感受啊！大家諗到完全係諗唔到啊！你完全唔會想象啊，因為太殘忍啦，實在係啲好冷血嘅人類先會做到啲咁嘅嘢出嚟啊！最後我攞呢句句子嚟埋尾，我今日都講過噶啦，可以唔愛，但唔好傷害。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去轉讓俾其他人，而唔係用呢種棄養嘅方式去處理，係咁。